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個馬呢，咁啊中間位置喎，6-3一隻就浪漫戰神啊，外邊呢，春風萬里呢，亦都係快嘅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3位啦，埋邊有君子傳承紫色衫中檔粉紅帽，第4位仲有桃花開啊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分別有火焰閃爍，尾位置藍衫呢就係天象龍駒啦，暫時殿後咧縮住嚟跑啊，係嗰隻海上大軍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啦，咁啊大家都定晒位㗎啦。埋邊浪漫戰神就佔先少少嘅，響外邊第2位咧有春風萬里啊，內欄第3係君子傳承啊紅衫嘅，第4位粉紅帽呢，仲有呢隻就桃花開啦。後邊嗰3匹馬位置變動上冇乜喐過㗎啦，火焰閃爍響尾3啊，尾位置藍衫呢就天象龍駒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海上大軍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咯，前面呢就浪漫戰神啦，咁啊貼住欄呢就順放㗎啦。外邊位置第2位有春風萬里啊，埋邊第3係君子傳承啦，第4位呢咁啊拖翻住先，就係呢隻桃花開嚟㗎。第5位嘅馬有火焰閃爍啊，後邊嗰隊分別有藍衫嘅天象龍駒啦，紅黑直間衫海上大軍呢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過埋1200米嘅段處啦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基本上都冇乜喐過㗎啦。浪漫戰神仲係貼欄放嘅，後邊嘅馬春風萬里呢就跟住個第2位，第3位嘅馬埋邊有君子傳承，外邊桃花多第4啦。後邊嘅3匹馬分別有火焰閃爍、天象龍駒，埋邊呢仲有隻海上大軍，開始上咗少少咯。好啦，咁啊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呢都仲係浪漫戰神啊貼欄順放，春風萬里呢就第2位，埋邊有君子傳承啦，桃花開啊第4，埋邊啦海上大軍已經係進佔第5位啊，火焰閃爍嘅尾位置，暫時殿後包尾入直路呢係天象龍駒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浪漫戰神啊搏走甩㗎啦。中間位置啊有呢隻春風萬里啊，埋邊呢就君子傳承啊，海上大軍揈咗出嚟啊，咁啊拱埋嗰隻桃花開出去，大外檔天象龍駒亦都上埋嚟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浪漫戰神走甩咗個零馬位，咁啊見到喺外邊天象龍駒一路殺緊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君子傳承後多針呢，先有呢隻海上大軍桃花多，最後100零米浪漫戰神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咁啊見到呢第2位中間君子傳承，外邊呢天象龍駒支咗一段又唔多，接近終點浪漫戰神一放到底，贏出今場皇太后紀念杯啊！第2名呢，君子傳承，外邊呢藍衫咁啊重磅啊，擠咗一段就係天象龍駒啊！咁啊不過頭3名都掟甩晒後邊噶啦，海上大軍呢就跑翻個第4啊！